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陈明珍。俩所采比所喺到台中市东市区嘅新生里哦，顺头咧头讲开水里嘅按到本尊，从两边一出头到咧种嘅东关路，东岸差不多15公顷安泰嘅购置延并延续哦。伊还有民间业者讲来边刺攀尸体重包，佢做喺山上科技园区。前一种嘅时间，所有嘅梯主嚟搭配位，亦并冇同意，超过一般客家嘅梯主并冇同意安阳型嘅开发案，因为呢，其實改咗工業體以後呢，其實冇辦法過來種購置，冇辦法繼續做農，甚至也冇辦法兩種嘅土地再起喎，因為再製作起工廠天天啊，韓國嘅刺攀屍體重幫呢，要拿出50%嘅土地。30%係當作公共設施，20%係本一種嘅開發業者當作開發費用。故所對佢哋嘅想法嚟講，對佢哋土地嘅影響嚟講係非常大嘅。故所佢哋冇同意安陽型嘅案例。底下行業新生里嘅傾論講，堂採體鄉親對案例嘅想法係乜嘅？那堂一種嘅審查嘅，佢從市政府對啊案例佢哋乜想法，能夠關心嘅專家學者又係用乜嘢看待呢？請共同關心。好，以下節目鏡頭來到你新生里嘅傾論橋面頭前哦，看到你鄉親哦，你下都可以摘太里風水里出嘅時間，唔過睇下啦，表下樹頭嘅上勢來關心自家家鄉嘅發展。那馬上歡迎收嘅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台中市政府地政局嘅副局長劉智能劉副局長，你好。主持人、各位鄉親，大家午安。好，再來係東海大學社會那個教授楊友仁楊老師，你好。主持人、各位鄉親，大家好。再來係關心咧，仲係屍體重包、刺攀屍體重包嘅律師柯少珍柯律師，你好。各位鄉親、主持人，大家好。好，先聽聽新聞記者鏡頭，去談採體鄉親，佢哋目前嘅想法係個欣賞係乜嘅？台東市其他台人做下做農嘅富民法，都早幾年簽每嘅里，唔管假使好無，仲係要收入。但是安尼生法在東京有刺攀重法來破壞品。有分啊，像啊有三個師傅啊20平，比都係像係30平，起屋嘛冇法度起啊，啲工業區。除非這個小型工廠，冇咗得亂嘅。桃本村嘅東西兩片，遭到民國70年代都基建發作熱重工業用地，幾十年來經濟及開港冇完整開發，除了東關路兩片有起工廠影壞，在幾面嘅屋同田，但是田間103年國土4號口田或幫到東市，民間嘅土地開發公司自己運作，係講開發完成，民眾會毛拍2萬嘅屋同農地。將來係財團係廣州同我哋展銷。我哋嘅東西做啊冇採收啦，我冇採山啊，冇川西啦，我冇帶啊，我安尼說，我子孫呢，我有子孫呢，我老祖太多嚟來了，而家太年呢，係嘛？我叫呢嗬。到連合法社工廠嘅店家買少，刺攀重包了係為地主本50%，公共設施愛30%，開發商愛20%，此間廠房面積仍然係個減少。真係講香港講西廠啦，像是賣鐵啦、建築啦、建物啦，都把就權意義，佢要用上嘅情形都同佢接受。那麼簡單講那想意義唔多，5000萬本啊，這個事情從來也冇談過。嚟緊啲地方居民當少，都前日嘅第2擺重發費延太費，姊妹同意票冇過半，重發費呢流費。台中市的工業用地也非常的欠缺，所以那時候想說，假設現在提早來規劃到開發完成，大概可以趕上這個整個這個地方上的交通發展。
居民讲，重发的面积有47329平，係講西城科技園區重發區，題目係喺算熱重工業用地，但是居民要拿出一半的地，另外一半則無法土起屋來帶，用水對嘅人做下看唔好，冇乜希望參加。好，睇下有看到採訪到咧，種嘅判理咧就開發案嘅業者嚇，佢講其實有按樣需要嚟可能提前了規劃了哈。山城科技園區103年提出之後呢，104年的時候呢，就曾經辦理過所謂的這個公展說明會啊。那104年的8月16號，這廠商有來辦過這個說明會。那這說明會上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中間這個是東關路。好，我先用紅色畫出來這一塊呢是比較小塊，就是這一次我們討論的15公頃。其實另外一邊還有一個比較大塊的，其實是東西兩側，當時候50幾公頃要同時來開發的。但是呢，因為這個可能要過半同意，這個可能太難了，所以呢，就先把小塊的這一塊呢來做開發。這15公頃這一塊要做來開發，也是今天鄉親要來討論這個地點了哈。所以在廠商的規劃裡面是東西兩側，東關路東西兩側是分期來開發，只是先一步來開發面積比較小的這一塊。那這一塊呢，我們看到它的面積呢是15.65公頃，那地主呢有298人。那這邊是東市的市中心，台八線就是東關路，這邊就是往古關方向啊。那目前自辦重劃區裡面有6成呢是種果樹，1成呢是住家。所以我想先請教一下我們的這個副局長，就是說，當然7月中的這個會員投票是141票贊成嘛，哈，那沒有過半數。這個案子廠商說沒有過半數不影響它重劃的進度，這個邏輯是什麼？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嗎？目前當然他已沒有通過1/2的規定嘛，那所以他將來一定要爭取到超過1/2的同意後，他才可以。那這個爭取是個別爭取，還是說要開會員大會公開的方式來爭取？記名投票的方式。重劃會他當然是要用最大的誠意去說明跟爭取我們土地所有權人的認同。那如果我們土地所有權人不認同的話，他這個案子後續的程序是沒辦法繼續來對的。好，那我問一下律師，其實剛剛副局長他並沒有回答說，是不是要透過公開的再一次的會員大會召開記名投票來徵求過半數同意地主的同意哦？那您的法律見解是什麼？大法官會解釋現這個內政部要在1年內要檢討修正這個違憲的這個獎勵辦法哦，所以在去年的7月內政部趕緊公告了新的這個所謂的獎勵辦法。那新的獎勵辦法的規定哦，其實只是處理了籌備會的違憲性，並沒有處理所謂會員大會的違憲。也就是說，我們當初其實還有包括像好幾位立委啊，包括游美女立委召開很多次的公聽會，我們都一再要求我們的這個會員大會至少要2/3以上哦，甚至於我們公民團體當然是要求100%的同意了哦，但是至少2/3以上的這門檻，居然在內政部在這個公告的新的這個獎勵辦法裡面沒有通過，這是我們覺得非常遺憾的。所以它其實只補正了這個籌備會的違憲性。好，所以當初只要7個人以上，7個人以上哦，居然就可以成立籌備會，然後就可以圈地。圈地之後呢，這個籌備會就可以萬年的這個處理這個地方。我剛剛說了哦，籌備會的部分以前只要7個人以上就可以成立籌備會，但是現在的新修法是必須要3/10的這個地主跟面積才能夠成立籌備會，但是這個是不溯及既往的，所以原來的籌備會7個人還是一樣是可以成立，但是他必須要在6個月內召集會員大會，然後通過成立會員大會才能夠成立所謂的重劃會。那像我們先討論一下法律，讓現場鄉親知道說你的權利受到什麼樣的保護，你的權利還有哪些部分是可以喊停喊卡的。那我們就把麥克風交給現場的鄉親，好，了解太記。我現在要反角色，請副局長你當我的角色，好，我當重劃的角色。副局長，我要幫你的家產、地產，通通重劃，你一半無條件要給我，你肯嗎？你肯嗎？那今天我只有大概20坪的房子，2分地的田，
其他6分地是跟人家承租的。那我20坪的房子，我给你10坪了，我剩10坪，工业区不能盖房子。那请问一下，那我剩下的是不是会贱卖了？那我剩下那1分地的果园，我怎么生活？你们要负责吗？负责养我们到老吗？食衣住行你要不要负责？请你以我的角色来讲。好，那所以这位大姐希望说，政府单位在做审查的时候，能够将心比心，来设想居民的现况，就对了。对，好，谢谢。好，了解台狗黑毛。我们好好100%的土地，为什么剩下50%？对不对？啊，为什么我们工业区坚决反对工业区重划？因为我们地主没有利润啊，我们有家都不能回来盖啊，这市府官员应该是很详细的啊，是不是？所以你原本的农舍也不能盖了，因为只能盖工厂。对啊，啊，我们的家园没有了，你有地都不能回来盖，啊，我们到底跟你重划干什么？谢谢这位大哥，谢谢。还有了解台狗，水利署中期水资源局回复我的问题，什么问题？我请教，我要开工厂，可以不可以？这个牵涉到工业区了哈。给我的回复是禁止贻害水质水量保护的行为，贻害哦，这是政府给我的答复。这个工业区能盖吗？所以这边是石冈水坝的水质水源水量保护区就对了。第二个文大家都有，你们的水单拿来看一看。那个有补贴我们水费哦，为什么要补贴？因为是水质水量保护区，能够盖工厂吗？话再讲回来，自办湿地重划。要办我们自己办就好，为什么要开发商来办？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事情，那个时间啊，你把它找回来兜一兜，你就发现问题很大。这边呢，这个地震局告诉我们说，是民国64年6月21号就已经编定为乙种工业用地了。可是刚刚这位乡亲说，这个是石冈坝的水质水源水量保护区，所以你们水费都有补助嘛，对不对？石冈坝是早在民国64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计划了。怎么会当时候的政府一方面擘画一个要提供民生用水的石冈坝，一方面又在上游做一个乙种工业用地呢？难道乙种工业用地是比较 OK 的吗？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乙种工业用地，它可以用的东西是什么？乙种工业区以公害轻微的工厂，根据都市计划法台湾省施行细则的这个规定，它告诉我们，这个在民国89年12月29号定，它告诉我们，还容许一般的商业设施，可以做零售业，可以做服务业，也可以做餐饮业，可以做这个大型的展示中心和商务中心，甚至仓储批发和旅馆，甚至还可以做什么？做社会福利设施。什么叫社会福利设施？托婴中心、长照机构、身心障碍福利机构。公害轻微的工厂还是做这些容许的商业设施呢？我们还要紧抱着那个错误不放吗？杨老师你怎么看？我们摊开历史的轴线，发现这样的问题。简单来讲，就是这个乙种工业区开发起来叫做有利可图啦，有利可图。这个重划会，他做完这个重划，拿到这个抵费地，就是大概拿到差不多1/10的地给重划会来卖。它就可以赚钱。这个乙种工业区现在可以来做这些一般零售业啦、银行啊、仓储批发旅馆，有利可图啊。所以重划会想要来，简单来讲，要跟各位地主，要跟你们叫做共同开发，希望你们出一半地，拿回一半。但是呢，问题是各位你们是要把这个地卖掉去赚钱吗？还是你们想要继续维持各位的这些水果的种植啊，你们的家园？所以当然要各位地主同意嘛，要各位地主同意啊。那我就想请问我们的这个地震局副局长啊，到底这一次的这个我们东市的这个自办重划案，它的投票，它的选票是有记名的选举呢，还是无记名投票？这是有差的哦。有差别的哦，因为无记名投票的话，你只是人数过半啦，
那我怎么知道真正同意的地主他的这个持有的面积有过半呢？好，因为按照去年这个最高法院对于黎明从化区从化会的这个里监事选举的这个官司诉讼，这个最高法院就指出说，其实从化会这个会员大会投票非常关键，它不能随便乱投啊。那过去台中市这一部分，基本上地方政府都没有在管的哦。如果我这边有说错的话，我欢迎这个从化会来告我。过去就是这样，都没有在办这个记名投票，所以根本没有依法行政说真的取得过半数地主的同意。没有过1/2面积的地主同意的啦，所以那个其实都是错误的，没有依法行政。好，那刘副局长要不要做个回应？我们的会员大会要记名投票。目前包括都市计划，还有我们地震的市地重划，它其实在我们民众的参与都很多，绝对不是黑箱作业。这一点我要特别报告了。政府从早期到现在，其实对这种东西都会做公开展览，也会刊登在报纸。现在包括目前我们很多的作业，在我们很多的平台，你都可以收到这样的讯息。甚至像我们现在市地重划，你要召开这一些会员大会，还有参加这个重划范围的审定，都需要通知我们地主来参加。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地主绝对有这样的权利，还有这样的管道，可以知道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好，那我们就针对这一次公开说明会，取得这一张公开说明会的详情，告诉我们你当初是怎么样知道有这场公开说明会的？我们不要说其他的地主了哈，我们姓傅的16户在傅家这边户籍，只有2个人有收到通知的。16户只有2户收到，只有2户，包括我。还有一个傅明堂，2个。那表示有记，可能是你的地址是不是有？同一个地址，我们都是同一个地址，那时候还没有。那当然，个案的原因可能要查。那最少我们都发局是有把这样的讯息用邮寄通知你们说，他这个都市计划，看各位如果要把它变回来农业区，各位有没有意见？所以我刚才报告的是对的。那请问一下，他也没有去，只有我代表去而已。请问一下，我能代表其他的地主的意见吗？大姐告诉我们，实务上面就是好像至少他的经验告诉我们说，没有每一户都收到。那在这样的状况下面，我们还要这样一直推下去做的时候，问题就会产生了。问题产生之后，我们来看看，在106年的7月29号公告新的之后呢，目前的自办市地重划主要作业流程是这个样子：申请成立筹备会。那地主和持有土地的人呢，必须要大于3%，才能够召开座谈会，然后召开重划会来成立重划会。所以筹备会只能够办理成立重划会。那目前重划会今天5月20号已经成立了嘛？那地震局已经发公文下来了。所以呢，就是在7月中，我们来召开会员大会来审议。那当时就是没有过半的方式，就地主的人数不过半的情况下来进行的。那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柯律师，我们刚才讲说，其实原本公民团体是要求2/3嘛，但是没有，就是3%。那目前双过半，或者是说要求要有听证的方式，它就会比较周全了吗？还是有哪些东西事实上像刚刚讲地主讲的，就是有人另外14户的地主他没有收到，那他们权益还有什么可以保障补救的地方？自办重划在去年7月份修法，就是大法官会修法之后，都要求要双挂号哦。所以如果各位这个会员哦，你确实没有任何双挂号收文的话哦，这部分你可以去跟这个地震局来要求重划会要补正。要补正的程序，甚至于也可以以这个没有实际送达的部分来主张我们这个重划会的召集程序是违法的，我们可以撤销这个会员大会的这个召集的程序。那另外刚刚也是我非常的讶异哦，就是刚刚才听到说这个地方其实是水质水源保护区，其实我刚刚沿路一路开过来，我在想为什么这是山坡地，不是1公顷就应该要环评吗？为什么没有做环评？好，就算不是山坡地好了，这既然是一个科技园区，那依照这个环评法的规定，超过5公顷的都市用地就要环评，甚至于非都市用地10公顷以上也要环评。而本件的自办重划是15.6公顷，凭什么没有经过环评的程序
就可以来做这个自办重划。我想这个副局长可能也是需要这个回应哦。副局长，您就于您能回答部分，先来回应一下乡亲跟律师的提问，谢谢。好，我想刚才乡亲讲的这个是水质水量保护区哦，其实在经济部水利署在划定这个区的时候，都会跟地方政府来做协调的。那至于是不是当初我说这个区划为乙种工业区有没有违反到这样的？其实照常理的一个我们政府机关的联系，应该是有协调过了。这个区到底要不要环评？因为目前的阶段其实就是在重划计划范围的一个，你们透过你们会员大会自己来审定这个范围是不是你们真的是你们地主愿意的一个范围？如果不是的话，你们都可以透过去把它修正。那如果再不是的话，我刚才报告过了，这个区当初60几年、70几年就划为一种工业区。那如果乡亲认为说这一片土地，你们还是愿意说继续来务农，来种我们最有名的梨子，是讲这摊柑街。其实你们可以在我们现在目前都市计划通盘检讨的时候阶段，由你们地主居民来跟相关的单位，像我们内政部的都委会，或是市政府的都委会相关的机关来陈请说，我们要把这块土地，不要变工业区了，我们要恢复为原来的作业，这都是你们合法可以去主张的一个权利。副局长问一下，我们这一块这个乙种工业用地，什么时候还要办这个通盘检讨？目前是在等我们内政部的都委会排定要审议这个案子，所以在这之前的话，你们都还可以向内政部来提出我们人民陈请的一个案件。目前市地重划部分，好，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台中市的这一般的市地重划呢，有分作公办跟自办两种。台中市呢，我们看到它是在全国的自办重划里面呢，它的土地面积是最高的，也因此它引起的争议最多。那而且台中的市地重划呢，从民国60几年开始做到现在，历史也很久，期间引发非常多的争议。到底有哪些争议？近期之内大家关心的又是什么？三台的新闻记者刚才有了解哈。誓死捍卫家园，誓死捍卫家园。对民国97年，台中市单年2次判重划案开始，到单年2起发地图的居民为了争取自家权益，提起诉讼都连满10年嘞。但是这次无结果的情形，本给人喊卡唔对安样改善。法律程序就拖很久啊，97年拖到现在，那已经快10年了，单年2虽然已经成立重划会，没拿到过半的同意权，但是此举会讲，其中涉及70平的地登记722个地主，占所有会员的3个月。而付开发商用年头政府来判人数，故意发现都连满10年呢，还冇有体验。因为如果说按照这个实际的状况，当然我们这个站得住脚，法院就采自有新政那我们就没办法用这个常理用证据来这个判断对错这样。财团唤醒，财团唤醒，呼喊正义。面积286公顷的单年2重划完成了后，我就踏入98公顷的建筑用地。但是居民不满讲，按多年来配地补偿的部分还是唔对自家有某个权益。他们那个重划公司都是那整块地都是他们的，比我们地主还要大啊！我们能接受吗？那一块土地是不是属于那个公共用地啊？是公共设施保留地啊。里面单年2是全台湾生态的次判重划区，违法范围地度包含私立里面入议员的含有官司，相关的详细含头厘清。这样的自办市地重划，这10几年来如何影响着你们的生活，影响着你们的人民财产权也好，影响你们的居住自由也好，对你们有哪些损害？好，这位大哥，我是黎明自办重划区会长。黎明重划会，他为了霸占重划会，掌控理事监事，他居然找了4笔土地，面积有多大呢？11坪。4笔土地加起来11坪啊？对，
人员712位。哦，所以那你刚刚我们现在看到是说，这个黎明自办湿地重划单元2面积有186.53公顷，其中有11坪，地主有712位，所以这2500多人里面，其实大概有将近1/3不是人头地主啊，其中还有52位是往生者。哦，已经往生了。开筹备会以前有9位已经往生了。所以，民国95年开筹备会之前，已经有9位已经往生了，已经往生了。然后他们的法力高强，开会的时候还有委托书。哦，往生的人也有委托书。对，副局长哈，往生的人可以有这委托书委托来开这个筹备会吗？过去我们内政部的这一套法令就是奖励自办的法令，确实我们在执行上也感觉有一些的漏洞。那这一部分内政部已经把它补强了。像目前这些小地主，只要是你筹备会前1年取得的土地，甚至你取得的面积也不到我们最小建筑面积，这部分是将来在会员单位我们是不能计算人头的，就是说他的投票是无效的。好，所以谢谢会长告诉我们说，其实在过去的法所没有约束的一些光怪陆离的现象。好，谢谢会长，谢谢。还有这位大哥，嘿，我今天来到东市这边，看到东市又要重划那以我从台中来，我是台中黎明幼儿园，我可以告诉各位，你看到很多所谓的利益，都不是你们的。全部都是重划商的，所有的都更自办重划，如果是公办的话，利益还是政府拿走哦。自办重划，所有的利益谁拿走？重划商拿走。那么，我们已经有那么多重划，还要继续做重划吗？死那么多人，还要继续做吗？好，还有这位先生。其实现在自办重划的问题，其实就是很大。就是主要这2个问题嘛，第一个就是说，正当法律程序上，我们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来走？好，还是说今天是重划会这样子熟悉这样的法律的漏洞，然后熟悉这样的法律程序，然后一般民众不知道，然后完完全全被开发商骗着走。然后第2个是说，今天真的有这样开发的公益性吗？还是说今天就是变成说开发商来炒地皮，反而是牺牲的是在地这些乡亲的这些居住权利、财产权、工作权。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像政府的角色，我们应该更来遏制这样子的恶劣的状况继续下去。那政府无论是在现在的自办重划的规定里面，更要严格的来审查说这样子的过程这样子。谢谢。好。台中市在湿地重划做了哪些贡献呢？不管是公办或自办的，它的标题是“重划土地在台中市所造成繁荣背后的隐忧”。当时候的林佳龙立委看到了湿地重划在繁荣背后的隐忧，他非常详细的指出，从民国54年当时候的张启仲市长开始，第1期湿地重划，一直到2004年，后来这个台中市这个市长胡志强呢，把它变成是1到14单元，这些都还是公办的湿地重划。但是这公办湿地重划，林佳龙林立委也看出来了。他说，湿地重划在台中市走过了47个年头，当然是以101年来计算了哈。他说，带动了台中市的繁荣景象，增加市库的收入。但是呢，他也看到了过度开发所造成供需失调、土地资源闲置、土地利用不良等等问题，俨然成为繁荣背后的隐忧。这是当时候的林佳龙立委，他对于公办湿地重划，台中市的公办湿地重划，他都看到繁荣背后的隐忧。难道今天这么多的自办湿地重划，800多公顷，全台湾最多的自办湿地重划，它难道不会造成一些隐忧吗？我想先请教一下杨友仁啦，杨老师你怎么看？自办重划造成叫做不平均地权，地权不平均啊。我们知道说，我们台湾说要提倡平均地权嘛，但是自办重划它其实它真正的意义是叫做土地掠夺啦，土地兼并，各位懂这意思吗？你们的土地被开发商拿去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造成地权不平均，这是都会叫做严重叫做动摇国本，
我其他的这些关于这些土地使用方面，我相信很多专家学者都已经提出很多问题，但我要强调，这个自办重划最大的问题就是造成不平均地权，而且这个趋势如果不改变的话，全台湾都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迫害，不只是东势这个地方，其他县市也越来越多类似这种问题产生哦。那我们也看到说，自办市地重划关系图，主管机关当然就是这个县市政府的这个地政局是第一关嘛，哈，那负责监督。那再来就是重划会。重划会呢，可以是土地所有权人自己组成。我们这个新社里的乡亲可不可以自己来组成自办市地重划？当然可以。但是呢，可能有很多这个地政啊、法规啊、都市计划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你们可能不是这么娴熟，因此呢，有可能会找一个这个代理人。开发商来帮你们做这个委托给他们交他们的代理，所以就会形成这3个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里面，如果说能够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话，确确实实，它可以让一些鸡零破碎里面的这些土地呢，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这个区分使用。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呢，就会像刚刚老师讲的，它就是地权不平均，就是土地的地权霸主集团就会产生了。那到底自办市地重划还有哪些问题？我们来看看新闻记者的采访。财团不鸟是福，财团不鸟是福，重划汉行无阻，重划汉行无阻。本年发到全台湾面积千泰嘅台中单元2重劃起地度，4月6日前不改造工業設施，為到主動實踐嚴重零檢連及下擺上北抗議，將今日不滿重劃嘅地主，其實透過重劃起地度未同接看到，前主要問題只係重劃了後，而檢出一部分嘅地來做公共設施。你的想法，你必須要跟隔壁土地，在隔壁土地的土地有沒有？要相融在一起啊！你总不能说不行，我的土地就是我最大，我要自己做自己的使用，我不管别人怎么讲。都市计划就在化解这个难题的，它要让周边的土地是具备相容性的。學者講，往擺市地重劃係透過都市計劃了後，引進交通需求同巡航環境的路來做法太調，會用一部分的地來做路列的公設，當然一部分地的價錢會來做經費。那如果要增加公共设施的话，那公共设施要钱啊，要有公共设施的用地啊。那一部分的钱跟用地，基本上是由土地所有权人要去共同负担的。也就是说，你既然你要有邻里性的道路，你要比较好的环境，那你要负担一定的费用跟一定的土地的那个面积啊。所以会有所谓的共同负担的概念。自办重划不是财团来重划叫自办重划，它第一层的意义是你自己来。把这个道路盖出来的这件事，你自己可不可以做得到？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只好委托他人办理。自講遇到嘅自辦重劃同民間重劃開發商干擾了後，地主先拿轉幾多嘅地做下本開發商壓緊呢？它的費用計算公不公道，有沒有虛貫的問題？那會不會有真的增加很多人頭進來，然後讓把持很多的一些資訊或者是很多的權利，如果是被大地主給把持住的話，我們小地主的那個權利就會可能會受損的情況。或者提倡自辦市地重劃，作為係區域地圖嘅土地資源重新分配，但是分配嘅方式要有共識，那係嗰部分人頭分配，批人人看唔到有利益嘅部分，嗰那些批通接受就會有爭議。確確實實，這個市地重劃呢，它是一個都市在發展的過程當中的一個手段之一啦。那其實台灣這個市地重劃這個方式呢，也是抄襲自德國。但是德國的這種市地重劃，它表示小規模的，我這個村莊裡面，譬如說路不夠直啊，或者說有一些雨漏地區啊，需要這個大家的共識來集合做出改善的時候呢，是小規模的這樣的市地重劃，而且呢，新蓋的房子呢，跟舊的房子是融為一體的，所以它不是一個大規模化了以後產平式的蓋豪宅的這樣子，我們在台灣所看到的市地重劃，跟德國最早實行市地重劃的國家是已經完完全全不一樣的一個概念，也是不一樣的一個景象了哈。那我們來看到就是說，自辦市地的這些衝突和疑問裡面有哪些呢？我們剛剛講到，雖然已經改正過了，地主和整個同意這個
重划的面积得要是规划总面积要过半，双过半，所以50.5%和49.5%，好，就半数决多数决这样的概念，我想请教一下律师，这样的概念对于这49.5%的人来讲，是公平的吗？当初德国制定这个法律也是一种主权在民概念的地方落实，也就是要落实一个住民的自觉，所以就是开放这个政府的高权，让给这些小区域的这些邻里，他们能够重振你们邻里的这些相关的建设，甚至于想要保留邻里它原有的一个元素，这个是原始的用意，但是拿到台湾来了之后，制定了一个平均地权条例。平均地权条例从74年到现在完全没有修改过，这是戒严时代一直到现在的一个平均地权条例。然后再授权给内政部制定了这个奖励办法，制定了所谓的这个市地重划办法。办法大家知道，它没有法律的位阶。它只是一个行政机关的一个行政命令，居然就可以让这个外来的这些财团，他们不是在地的住民，居然就可以7个人圈地之后，开始买人头、灌工程的工程款项，甚至于虚增一堆的这些公共设施的项目，甚至于坦白讲，我们也跟市政府多次的这个打过交道，连都发局的局长都觉得说，重划公司交给他们的公共设施都是豆腐渣工程，他们很不想要的。自办重划在台中真的是抛头颅洒热血，有多少的这一些弱势地主，打了10年的官司，而且是花了所有的积蓄，来好不容易有几个有良心的法官，慢慢的有了这些案。甚至于经过立法院有潜力可循，形成案例了。对，100年这个立法院才修法，说必须你这些筹备会的这些这个理监事，你必须是在筹备会之前你就要取得了，你不能是一个外来地主来买人头，而且也是100年跟102年修法才变成必须要有印鉴章跟印鉴证明才可以签同意书，以前的同意书都是随便伪造文书，甚至于恐吓取财要你签名的，所以当时市政府是完全没有把关。我在103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因为东风快速道路开始开通，上千名的石冈的自救会成立，要求去撤销环评之后。我开始打了官司，后来又接触了黎明的赖家，还有黎明幼稚园的园长。慢慢的发现，我打了这个官司的过程，有开始跟这些开发商有了一些接触，我才发现奇怪呢，为什么东风快速道路的开通跟自办重划会有利害关系？为什么同样的一批开发商会来跟我劝说？沿着东风快速道路从市中心一路开到山城这个地方来，为了学古缆车，为了东风快速道路的开通，造成这个山城会有庞大的观光的利益，甚至于所谓的这些什么产业的利益，所以他们才会在这里圈地，圈了那么久，为什么到去年才开始要来开会员大会？无非就是法令这个办法通过了，要求他们6个月办理，不然他们是继续放着。因为我们已经撤销了这个东风快速道路的环评，目前最高法院还在审理当中，这个高等行政法院是撤销了这个东风快速道路的环评。所以他们认为，如果东风快没有开通的话，山城这边的它的预计的这个所谓的暴利就是所谓的这个土地价值的暴利是没有办法让它继续在这里能够享有这个炒地皮的利益好，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杨友仁杨老师，就是说，其实一条道路开发沿线周边的发展，难道不需要整个更上位的来看待这样的沿线发展吗？还是说我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任由厂商各个击破，然后串成点线面全区域的？但是自办重划最大的问题是说，它是以重划的利益来怎么样绑架都市计划，绑架都市计划。简单来讲，这个地方
我财团觉得这个地方可以操作介入来做重划，它其实是可以主导都市计划，按照他想要发展的东西，不管是开马路也好，还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园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台湾的都市发展，特别是以台中，它其实是非常不理性、不合理的。因为台中其实这个从化区栖息这么大一圈，让我们的市中心跟这些屯区有非常多的空地在那个地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叫做让我们的旧城区空洞化往外蔓延，而且是无序的蔓延。所以整个来讲，台中的都市计划如果继续让自办从化来主导这个都市计划的话，那对于台中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好，那我们现在再把现场的发言机会交给乡亲，这位大哥，来给阿爸。请问市长，请问那个副局长哈，在我们民国68年的时候，我们都市计划内有2条横的道路，都市计划道路，直的道路，到现在目前为止已经快50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所以，请问我们市府在做什么东西？是不是没有能力会做，要推给我们这个这个财团去做？你要先回应嘛？好，那你先回应。我要再度来说明就是说，目前其实都市计划是由政府在主导的，并不是民间来主导。我想这个程序可能我们杨教授有大概把它搞混了所有的都市计划都是由政府部门在主导。对，但是自办市地重划是在政府的都市计划区里面才能够做自办市地重划。所谓的重划就是依我们都市计划设计完的规划，比如说你这里哪里要开道路，哪里要做公园，哪里要做机关用地，是照都市计划规划的内容。市地重划只不过是来实践都市计划的一种程序、一种开发方式而已。那另外还有区段征收，也可以一般征收目前大概全台湾省各级政府都是这样子做的。我要强调是说，现在会员大会的选举理监事的方式，依法是应该要有计入土地面积的1/2也就是说应该要采取记名投票。纳进去土地面积的同意比例，才可能真的依法达到过半数同意。那我想请问刘局长，我们3层科技园区这个重划案以后的会员大会投票，是不是应该要采取记名投票？以及到底这一次重划会的做法，它有没有采取记名投票？我们刚刚在讲，好像有过半数50.1%对49.9%，其实那个是没有纳入土地面积这个要件，也就是说，过去台中基本上是没有依法行政，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漏洞。他说他们现在会吗？对，所以我是想说，在之后是不是能够秉持这个原则，应该依法行政办理记名投票？我就只有这个问题谢谢。好，那要不要记名投票？副局长。好，那目前依据新修正的，我们实务上当然就是为了要统计这个面积有没有过半，其实我们是都有要求他要记名投票的，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去计算这个人头。我刚才报告过的，你迟分一点点，你根本就不能计算人头，这一点我们都严格把关，我们把它剔除掉。那你面积够不够，这都会计算，所以才有办法说统计这一次，你看他的人数就不够了不到1/2，我们就把它废除掉。所以杨老师建议的记名投票，其实目前我们就是这样子在做了。发言权交给现场乡亲，等一下请台上来宾做回应和总结。我们让没有讲过的讲好不好这位大哥，我叫张佑社，我从头到尾我都不同意但是你把不实的文字刊载在文书上面，这是什么罪？有你的名字，同意吗？对，我反对。所以您反对，但是您的名字登记在同意那个地方。对，7月10号的时候，严重的大作票，以选办法，这犯什么罪？选办法来讲，这是有没有牵涉到选举办法里面？民刑法有没有？没有没有那这个就是刚才柯律师讲的，如果重划会这一边是伪造的话，可以去告重划会是伪造文书的。我们农民，太阳还没有出来，我已经到山上了。太阳下山了，我还在山上，刚要回家。我们干什么？我们以谁为争？
我们只有跟老天爷在争。结果呢，你们财团跟我们无能的政府在争我们的土地。我们土地是谁给我们的？是我们老祖先辛辛苦苦拓疆开辟土留下来给我们的。结果呢，你凭什么50%就拿走？好，那不知道乡亲还没什么好，这位大哥。东势地区来讲的话，是等于说水果的乡镇。你像总统里来讲，上面来看的话，一走也是到东势附近的话，东势几乎都是以东势地区为集中，附近的卓兰呐、和平的那些摩天岭那些田氏啦，这些也都是，甚至于以前的梨山的梨子也都是以东势地区为那个集散中心呢。所以说，我们照目前来讲，我们应该是以自己重新定位，让东势回归为农业乡镇，以农的乡镇，对，以农业为主的乡镇，然后结合这些旁边的古关啊、东势林场这些风景区，可以带动一些产业的观光，农业产业的观光。你如果说把它设成一个工业区来讲，根本就不协调，不适合。好，谢谢这位大哥。好，还有没有乡亲要发言的？好，这位大哥，针对这次的那个像3层科技园区啊，它其实像以前很多自办重划的话，其实你们已经发现很多人头了。那这次的自办重划里面有多少的那个人数是开发商的人，还有他的亲戚？那副局长可以回复吗？好，那这也许从地震现在都有实价登录嘛，谁买什么时候买了多少钱，这个都有电脑列管，这其实应该对地震单位来讲不是太困难的事情。还有没有哪位乡亲要举手发言的？好，这位大姐，我们这个3层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实在是不应该把它开发为工业区啊。你们回去都应该同意的呀，通通把它收起来。刚刚你看他们讲了，程序还没有走下去，我们要保留我们的土地。不要让我们的土地让别的地方的人跟我们剥夺去了，是一个很可惜、对不起我们祖先的事情。好，这位穿橘色衣服的大哥，我在民国88年完成我们捐出来的6米路，我们捐地出来给人家，没有卖一毛钱都没有。好，现在他重划公司啊。我们不同意他重划，结果上个礼拜市政府要来帮我们铺柏油路，被他阻止掉了。现在他们在那边买了差不多120坪的土地，那个陆地啊。请问一下局长，像这种的情形，当初我们那条路是县政府做的。他有权利这样做吗？好，谢谢。好，那我们就请副局长先做这个回应跟总结，好不好？好，等一下请律师跟老师。你们如果说现在目前说真的是不愿意维持工业区的话，你们一定要有所动作，就是要跟都市计划相关的单位来澄清。这样子，只要把这个都市计划透过通盘检讨。或是个案变更完了以后，所以是到内政部的都委会吗？对，像我们各级政府现在都可以。那目前这个计划应该是在都委会的程序了哈。你们要去透过走这样的行政程序，才有办法去把它变更。如果你这一道程序不走的话，它现在目前就是乙种工业区，都市计划内的乙种工业区。你将来如果没有透过征收、区段征收、市地重划这些手段，这个地永远是会被框住的。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刚才那位乡亲讲的，东关路拓宽，我都配合政府的重大建设都拓宽了。那当然，你的土地如果目前很方正，都符合建筑法规的最小期林地规则的话，你也不用透过重划，现在就可以盖。但是盖的是做工业使用。你要起厝是要做工业使用的工业区嘛？伊多少讲多少我们主持人很认真去翻那个都市计划法台湾省施行细则第18条规定的，乙种工业区可以做什么用？你的请照，你去请建造只能符合这一些项目哦。你可能拿住家，可能就没办法当住家了。你看哈，所以
你另外一个问题说你要增加层数，如果你要参加这个重划的话，增加层数，我个人认为是合理的，这你跟重划会跟我们这边你自己去跟他谈，因为毕竟你以前有被征收过，那所以说到底要不要参加自办重划，其实以现在这样的权利都已经，权利是在你们手上的。你们如果说支持的话，这个重划是可以继续推的。如果地主都反对的话，我相信这个重划会它是没办法来继续进行的。好，重划会有没有送给你们这边就是招商计划书啊？山城科技园区我要招哪些产业来？有没有送这个招商计划书给这个市政府？这虽然是工业区，但是其实呢，现在目前规定的就是乙种工业区，也就是刚才那个法令规范的行业而已。那地政局基本上，公害轻微之工厂。对，地政局基本上的业务权责不会去审这个招商计划书。管他招什么厂商是哪一个局处单位？这个是我们经发局的一个经发局，你工厂要设立的话，都要去做工厂设立登记。这些地政局都管不到，可是他今天却告诉你说，如果你答应的话，那你土地把征收去，我也没办法，两手一摊。那杨老师你怎么看？我还是要强调必须要办理这个会员大会要记名投票，乃至于说这一次的重划会记名投票，重划会我是质疑说这一次的重划会它的这个成立大会，它这个选出来的这理监事可能上一次投票也都没有记名投票，也都没有土地面积过半，所以它的合法性也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其实地政局应该去监督重划会是不是要依法办理，真的能够让地主的这个同意权能够被行使。我们现在其实实务上跟法律上规定是差很多嘛。我们刚刚这个大哥都谈到，根本就是被同意嘛。那名字我是谁？我名字在那边，我怎么不知道？所以光是这个部分，其实是需要地政局非常这个去监督这个重划会，不能够让重划会在那边主导所有这些东西。如果地政局在这一关把关够的话，那不管它变成，如果大家都同意盖成山城科技园区的话，那将来厂商是说要盖旅馆啊，盖这个什么运动休闲设施啦，或盖什么零售业啊等等之类的，那就是其他局处的这个责任了。但是在这一关，地政局该把关的就是要把关。那最后我想请教一下律师，还有什么的法律的美感是现在在这个阶段，我们的乡亲要注意的，要去紧盯的、紧追的，把它问清楚，保护自己的权益的。在签合作意向书，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东西的时候，102年的时候，其实就夹带了一个同意书，上面是没有日期的。等到他已经成立筹备会之后，他再把日期写103年几月几号，再送给市政府。其实这都是这个样子，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日期都是空白的。甚至于是根本还没有筹备会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签同意书了。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不止一家招商了，据我了解，很多家要抢这个重划利益啊，这个是大肥肉。所以他们好几家的这个开发公司已经开始在募集重划同意书，所以通常是夹带的，而那一张通常是他是事后提出去给地政局的资料。所以，请大家，如果你觉得你奇怪，我当初就没同意，为什么会列在同意户？麻烦你就到地政局，现在地政局都有专员是负责这个重划案的专员，他有责任有义务要拿出你当初签的那一份，甚至于有责任有义务要印一份给你留存。不然你当初签了，甚至于是你甚至于刚刚讲了，是你老爸，然后你老爸甚至于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了。他所签的，那当然可以撤销，可以重来呀。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麻烦大家自力救济，要去确认这个当时，甚至于对于这样伪造文书的情况，要赶快的发动地检署来提告这个重划会，不要像那些安和啦、黎明啊，他们当初提告，那个检察官查了3年5年才起诉，可是官司分配重划都已经完成了，这是非常悲哀的地方。所以法律最后真的可能就变成迟来的正义。是。好，做嘛该做
刺攀嘅尸体重挖，因为要做都市的建设，也讲都市的发展，要本大家较好的生活品质的时间，可能政府讲啊钱唔拉，我整数按太法的土地，要做按多公共建设，我无法度，我无材料，鼓励啊奖励民间刺通来办，刺自家来判理。但是最早的精神是提出刺法性嘅，并唔系由民间嘅企业财团厂商来发起嘅，以下完全变脱掉嘅。到台湾最多嘅刺攀尸体重挖嘅台中市，今日看到死去都会安呢，大管是大生命咧，你下路开通诶，淹湿合并咧，一条路跳到山上了，而块山上嘅土地，两位乡亲要看清楚，係講用把人新這個刺攀尸體重挖，係咪真見大本山上繁用？也係講了繁用嘅背後原理，將頭下講到嘅隱憂存在，大家好好注意，也出得所以嘅。有本刺攀尸體重挖挖到嘅其他地方嘅鄉親共同嘅關心。感謝大家收看，下禮拜請持續收聽《村民太飛送》，大家支持，謝謝，謝謝。